歡迎大家收聽我嘅頻道。今日咧係2025年嘅5月29號，依家咧正值係中國同埋美國嘅貿易大戰嘅關鍵時刻。其實中國美國之間嘅矛盾邊只係中美貿易戰啦，係咪？仲有好多其他嘢。但係咧就係響呢兩日，美國國務卿、美國國務院發布咗兩條同中國相關嘅大新聞，幾乎係震驚咗全世界嘅。其中嘅第一條咧就係美國國務院將會大規模咁樣撤銷中國留學生嘅簽證。第二樣嘢咧就係將會撤銷供應中國商飛、中國嘅大飛機項目嘅關鍵部件嘅供應。其中好有可能嘅就係通訊設備啦，同埋發動機呢兩樣嘢嘅。唔少中文媒體，尤其是係港澳台啲媒體咧，響報導呢兩單嘢嘅時候，都係附上咗美國國務卿 Rubio 嘅相嘅。所以咧，今日我就嚟講講中國外交嘅一個笑話，從盧比奧到魯比奧。咁跟住咧，我就會講下中國嘅外交發言制度，佢哋係真係對外溝通咧，定係真係做場戲俾場內啲中國人民睇嘅？點解我會講從盧比奧到魯比奧呢個翻譯名係好搞笑呢？我哋睇下時間線啦。2020年嘅7月13號，中國宣布對美國政客制裁 ，Marco Rubio 係響其中嘅。中國嘅嗰時候嘅中國嘅官媒統一使用嘅係盧比奧。到咗2020年嘅8月10號，中國宣布再次制裁美國官員 Marco Rubio。一樣喺度，中國嘅官媒統一使用嘅都係盧比奧。呢一個稱呼咧延續咗5年，直至到2025年嘅1月16號，中國嘅外交通稿首次將 Rubio 譯為改翻魯比奧。2025年嘅1月20號，美國參議院以99票贊成、0票反對，確認 Rubio 將會擔任美國嘅國務卿。2025年嘅1月21號 ，Rubio 正式宣布就職國務卿。有趣嘅係 ，CCTV 當晚嘅報導都仲係寫緊盧比奧。呢啲嘢睇身似乎係咪好得意啊？呢個唔係偶然嚟嘅，呢個係中共嘅體制嘅語言遊戲同埋面子維穩呢兩樣嘢嘅需求，一定會產生呢啲嘢嘅。呢啲搞笑嘅嘢、滑稽嘅嘢，其實好長時間㗎啦。中國自以為嘅崛起強大之後，佢哋嘅外交就係以戰狼著稱，制裁啦、警告啦、痛斥啦，呢啲都係佢哋新聞通稿入邊出現頻率最高嘅詞彙。咁中國外交部幫 Rubio 起中文名改名，就係呢種戰狼風格下最典型嘅對美強硬姿態嘅象徵之一。但係佢哋嘅智庫，中國嘅智庫都出現咗失誤嘅，估唔到 Rubio 會升得咁快，升得咁高，仲做咗國務卿，而國務卿咧啱好係主管外交事務嘅。中國咧點都唔可以擺低個面，係咪？我哋復原咁點算啊？所以咧改名幾乎就成咗佢哋嘅唯一出路。你睇我哋制裁嘅係盧比奧，但係依家嘅面對要打交道嘅係魯比奧。冇事㗎，呢樣嘢咁搞笑嘅問題，其實反映咗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實質。中國嘅外交發言早已經成咗一個政治表演，過度咁樣依賴情緒同埋語言包裝，點知到咗真係要做嘢嘅時候，就自己將自己困死咗。其實咧，中國嘅外交系統一路都係雙語系統嘅，佢哋嘅中英文嘅通稿係唔一樣嘅。對內咧，佢哋中文稿件用字激烈，愛國情緒好爆棚，字裏行間都充滿住鬥爭精神，甚至不惜為此造假嘅。而對外咧，英文稿往往係就同國際通稿差唔多啦，要呼籲咧咩克制冷靜啊，強調建設性啊、合作、坦率交流呢啲假大空嘅詞彙。嗱，我依家嚟舉個中國外交作假嘅案例俾大家聽下。可能應該好多人都會有啲印象嘅，因為就係響3月份嘅事。2025年3月21號，
日本首相石破茂響日本官邸接見咗王部長。後嚟日本政府發現中國外交部官網公佈嘅會談內容入邊有咁樣一段：日方充分認識到日中4個政治文件嘅重要意義，尊重中方闡述嘅立場，願意同中方加強交往合作，推動兩國關係向前發展，更好咁樣惠及兩國人民嘅表述。其中咧，石破茂並冇講出尊重中方闡述立場嘅咁樣個説話。隨後響22號，日本外務省就發新聞通告表示，石破茂並冇講過咁樣嘅説話，並且對中國外交部造假嘅説法表示遺憾，向中方提出抗議，要求中方刪除不符合事實嘅表述。但係你估中國嘅點樣反應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就宣稱，國同國嘅之間交往就係尊重彼此嘅立場，唔係好正常咩？呢場會晤正係體現咗相互尊重嘅精神。你睇中文嘅博大精深幾犀利，呢個就係點解我依家對1921年之後嘅簡體中文嘅歷史一個字都唔信。我依家淨係睇繁體中文嘅歷史嘅啫。中國外交部嘅劇本外交根本就係一種情緒控制嘅工具嚟嘅。外交部嘅例行記者會，你以為係真實嘅交流，其實只不過係演俾場內觀眾睇嘅舞台。外媒記者提問會被刪除，成場記者都經過精心嘅劇本嘅設計。中文通稿係重點，官媒嘅解讀更加之重要。最精彩嘅係問題咧，你唔可以問得太好，答案咧亦都唔好俾得咁清楚。場內嘅人需要嘅唔係真相，佢哋需要嘅係我哋外交部好硬氣、好硬淨。美國、日本又俾我哋懟冧咗。呢種劇本化嘅流程，使得外交制度本身咧都成為咗種情緒維穩嘅工具。咁有人就會問啦，中國政府知道出邊睇得出呢啲係佢哋玩嘅語言遊戲嚟嘅，咁點解仲要咁樣做呢？其實答案好簡單，外媒嘅意見佢哋根本就唔在乎，佢哋呢啲官媒所在乎嘅咧係場內嘅輿論嘅風向，呢啲都係共產黨幾十年嚟普遍嘅特點嚟嘅。你睇翻從20幾年開始啊，只要俾普通中國人覺得呢個國家係有骨氣、有立場、有主權，就比咩都重要。你如果要同講外交有妥協嘅空間，咁就成咗佢哋，反而顯得佢哋會係軟弱。所以咧，為咗保持場內呢啲人礦嘅情緒穩定咧，佢哋寧可去搞呢一套戲精體制。咁隨意幫 Rubio 改名，從盧比奧到魯比奧，呢種唔係巧合嚟嘅，而啱啱係佢哋呢種制度性嘅虛弱。真正強大嘅國家根本就唔需要打口水仗，幫人哋改名嚟維持自尊。美國從來都唔會因為中國官員講得強硬，就會將佢哋嘅王部長改條花名嚟俾佢，係咪？而中國咧就啱啱就係要靠盧比奧改成魯比奧嚟繞開自己之前自己幫自己挖嘅嗰個深坑。呢啲講明咗咩咧？講明過去嘅制裁係政治 show， 而唔係有效嘅制度行為。講明咗過去嘅外交政策係缺乏連續性，只能靠臨時補丁咁樣去改去處理。最重要嘅嘢咧就係講明響真實嘅力量面前，靠嘴硬係行唔通嘅。中國嘅外交一早就已經係場內維穩嘅戲台嚟嘅啫。Marco Rubio 嘅中文嘅變遷，只不過係佢哋下流手段之一。再提醒一次，Rubio 係 CECC 美國國務院中國問題委員會嘅長期委員，亦都曾經一度擔任呢個委員會嘅主席。Rubio 咧係古巴移民第二代，對共產黨嘅惡習，對極權政府嘅惡行係了如指掌嘅。佢而家落咗屠刀，你開唔開心啊？我係開心嘅。
因為終於有人落咗屠龍刀啦。外交本嚟應該係唔同文化、唔同背景嘅國家之間交流嘅一個有效嘅渠道。中國尤其是你係想做世界霸主嘅話，咁你都仲未識得去點樣同呢個世界打交道，點樣交流。到目前為止，外交只不過係中國維護佢哋權力統治嘅工具。中國日日咁樣自己搭台、自己唱戲，喺我眼入邊，呢啲只不過係一種自我羞辱，根本不值一提。好啦，今期就講咁多先，多謝大家收睇我嘅頻道，下次再見啦，拜拜。